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哎呀，今日节目当中吼不得了诶，除了要同大家来过呀，当甜蜜的西洋情人节，因为今日是2月14嘛。阿群妹同乡下个应该我还要小给伊咧，大家心肝肚嘅女神来到福起来咧，同大家来过呀情人节，细细个个来欢迎今日节目里头有请到的来宾，就是民族陈民族。阿群妹，各位电视台前面福起来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族，今日当欢喜做得来到节目当中。哇！我大伯呀都係老阿婆啊，鄉下嗰樣嘅節目，真嘅。我來到客家電視台咪做節目10分多年，你第一百行業來呀哎，真嘅。我這仿佛是在大學裡面參觀那個厲害攝影棚那種心情。沒有厲害，我們福起來了，走一類比較溫馨的路線。啊，不過今日吼。真嘅係當無簡單，有請到民族了。民族係第一擺來上福起來咧，係。對，我真嘅第一擺來誒，我想說什麼時候來邀我？終於今天有辦法來，因為我之前都會做節目嘛，冇去個作品，冇登錄後帶登來，啊今日有去個登錄誒，可是真有辦法來上下節目。冇，真歡喜有請到民族總算來，總算搶到佢，搶到呀太名聲吼，按講嘅聲冇會同大家來過呀情人節，就係。要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民族佢出專輯的哦，真的，認真的，有心人士，好感動啊！要哭了。我想到小時候我同民族喊 Q 他衝狗哎，我在唱什麼，對不對？因為以前呢，佢懂會衝狗哎，佢自己懂會衝狗，而且以前我們就一起洗澡。你確定你要在電視面前講這個情人節有多少人想跟你洗澡？一起洗澡的時候呢，疫情就會衝狗哎，而且疫情衝狗10分後堂，想都冇想到啊！也不會出專輯，可是那時候因為我們是在舞台上表演，這樣客家嘅戲劇這樣，你這麼快就要哭了嗎？對，我已經怕你後面的妝會花掉。不是，因為同民族真元素是同久誒，韓國看佢做誒，按都種冇共用嘅事情，從一開始主持電視節目，韓國都要他主持誒，動台型誒，像係金曲獎啊，韓國甚至前一部嘅第一除夕夜播出的那個紅白藝能大賞。真嘅係就是企上嗰個大舞台，周圍懂的事情，韓國甚至係前一部不是尾牙季嘛，對，有很多的台公司就像民族去主持，一出都呀哈出專輯了，我就覺得哇，民族周圍按到事情真的是很替你開心，然後我真的要哭了。那民族去給我分享一下你周圍按到事情嘅心情。很了解以前的心情，因為我們真的係鄉下大兵哥了耶。頭擺鄉下用表演啊，其實我們小時候對比賽根本冇想過去敢當擺真嘅為做嘛該，對不對？我記得小時候應該是我先說我想當明星的，是嗎？我應該沒有說過我想當明星，好像沒有。對，那我長大就越來越不想當明星，然後你就走幕後比較多，但是一直得獎這樣子。那我就比較多都是在幕前工作這樣子。對啊，細時節真係冇想到，但因為真係係一路以來啊，一鋪地度，你會越來越啲講一關，下一關會到哪度嘢去。咁因為我一直就有想講，我希望做得有自家嘅作品，讓大家認識我啲我嘅故事。因為不管合作後面是一家之主，也係講我嘅廣播，客家妹來打卡，或者是剛才疫情講到嘅發通嘅主持，我其實都像是一個傳聲筒。對，然後就像我要幫很多人等候嘅故事都在傳出去，可是我覺得大家可能真的認識我本人是比較少的，對，然後再加上 Andy 的社群平台當中，他都會分享我們工作當中有什麼有趣的，比較正向的，那我們比較少會分享比較內心層面的，情感度嘅事情，對，那所以呢，我就會希望講，度後。也已經12年咧，12年嘅時間咧，做得有一個自家嘅作品。啊，我最近想講，到底我下書咧，也要創作一本下堂。咁想條擺我咪有學過音樂，不如就來好好嘅來做一種專輯。哇！對，啊冇想到呢，這真的好困難，花好多錢。對，因為這張專輯對一開始
余万勇的想法吧，都归业周后到今天2023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将近花了要2年半的时间。Thank you。对，然后花的钱是人家说是做1整张专辑的钱这样子。因为它虽然叫做迷你专辑，按够有西数狗 Q， 对，给的很有诚意的迷你专辑，西数狗 Q， 西条狗 Q。对，那迪度就像刚刚让他秀出来这个歌词本，其实我们也是用为迷你写真书的概念来去做的。可是迪度呢，黑讲粉丝朋友啊，给这个看到青铜癌胸片，然后里面还有这种压印的这个明信片，对，然后会有一些小彩蛋在里面，啊，好可爱哦。然后我自己又比较完美主义，所以就是不光会写个字啊，或是烫印，我们都好像是在印自己的喜帖一样，你知道吗？用到今后以前有印过喜帖，有，是某印过。我想说也不一定会结婚，但我就把它当成人生大事的作案呢。真的，因为先前我都喺啲名路上看到这个募资的计划，我实际上还蛮真正看到它的实体，也还头一摆看到。疫情也是第一次拿到实体在我现场采风的，因为包括连哈给们情人节嘛，我们的募资呢，我一直都3月初的时间，请大家可以上去支持。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我本来想说我要直播拆封给大家看拆箱，还来不及，还没有想好那个 timing， 所以今天刚好情人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拆封。我竟然不是开吃的，竟然是开民族的专辑，但也很棒。拿起来那个手感，对，那个手感，然后你看那个磁铁，那个纸很重哎，对，那个纸有没有很舒服？有，而且它的就是质感，它的重量哎，刚刚一看到我想说这是迷你专辑。天哪，这迷你专辑也太用心了吧！成本很高。黑讲年本地面路上看到还在犹豫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因为真的太划算了。你看底包还有一张海报，这个一定要秀给大家看。这一张吗？这一张是我们的，到时候啊，好可爱哦。对，粉丝朋友他买 S 节啦，他就是我会签名，他要送给谁？那其实我们专辑叫做有心人士，和刚刚的有心引黑，我把士气的士改成是不是的是。对，比方说我就会说我的有心人士依情啊，哦，你还会 tag 对不对？对，就是是谁，所以你要送给谁的话呢，你就在送给你心度红给有心引啊。而且连专辑上面都还有印这个照片，对，就是我都觉得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这是所以呀，哈，懂你对懂你来讲，可能没有真的买实体专辑的必要，因为大家不一定有 player， 对，到处都可以，可能用音乐档案的方式都做在躺赢哦。不过你可以跟我拿到一类这样子的质很好，然后非常有质感这样子的一个实体 CD 在手上。超级有纪念价值，真的哦，因为觉得像抱到我小孩一样。你现在有感觉？已经从喜帖到小孩了，对不对？不止结婚，还要生下来都供出来，真超哎！姐姐不一定会结婚，你就当成我们的小孩抱着他，抱一下，挨一下。开玩笑啊吼，虽然迄安尼啊，民族其实吼，大家可能唠到民族主持倾向，不过其实佢冲狗没倾向，总嘛该爱不安尼讲。我告诉你，红白艺能大赏唱现场的，对，爱有糖，真嘅可以冲现场。我那个真的是很紧张哎，因为你看前2年我们在 re 稿的时候才接到这个任务，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惊喜，因为我想对董你老公做在起到 Seki 摊底度啊，小巨蛋里面来唱歌，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对，然后我就想说，I'm ready， 我一定要接到这个机会。今天有用几飞轮来听我老给接到，先唔可以讲几强的呢。反正就上去唱，不过因为呢，当天，就是因为观众真的很挺我，就是弄手机灯海，而且是红白今年唯一的手机灯海，所以我唱第1句的时候我就要哭出来，在第一季就有围走来了这样子，对啊，所以很奇妙的经历。没有，我觉得那种唱现场会把去把真正的心情，充分喺家堂，韩国用亲有诚意嘅嗓音，对，就我听得到你的感动跟感谢，充分喺家堂，然后再按导你嘅面头前，对，真的不管怎么说，民族要他出转西北，太家听说会厚厚的挺他，因为这是我们的客家之光，民族真的。那刚刚有讲到好亚种转西很多有
有心人士，有心人嘿，因为其中一条歌曲，我们亲走来给大家听听看的这首歌叫做《有心》。对，那条歌曲呢，其实嘿，因为我自周年嘿伟杰嘛，然后佢6年人之前，佢都都3方的加工加婆婆卡，加佢就可能你都3方嘅想法，佢我就讲，我想下一条歌曲帮阿公阿婆啊，因为佢已經290人歲嘅，哇，对啊，就想要留家的代表嘅一生人嘅種親嗰種感人嘅故事呢，做得到寫到歌曲底度。對，故事就以為一條歌曲安尼。啊，不過其實也一種專輯底度，細數個位，一首有心就係講親情的嘛。對。韓國有另外一首咩係？今天的心情很好，今天的天氣很好。今天天氣很好，還有華語的哈，這就比較輕快。我們一直覺得很適合，如果有這個衛生棉廣告，可以找我用這首歌去代言。感覺。對。那但是另外2首歌呢，一個係老氣感嘅對方，另外一條係寫友情的歌曲，這樣子，對。哇，所以就不同的無共樣嘅感情，都底度，都一種專輯底度，都係你想要同大家來講嘅話。對，因為阿婆是人來講過，就是佢有一擺佢都出現底度，佢種嘅芥菜啊，佢就講做人啊，愛唱12年嘅芥菜，有心真係好菜。啊，因為我就想說他那句話真的很有哲理。你都也給沙菲底都沒共用，很多的資訊，我們也認識太多人，很多很速成的。但是你要用老一3年做的搞懂叫的朋友呢，今年看人家3年有心，人家冇心嘛呢？對啊，而且越長大之後，你會發現到，就是說做人真的就是要。你有那個有心意的話，對方是會有感覺的，這樣子。對啊，青蔥野味。對，故說民族慢慢嘅心意出來，一種專輯，就係希望大家聽下來做有心人。聽眾來支持民族，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喲。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哈，阿權妹這個小情人啦，我帶了大情人、大女神來同大家來分享佢嘅親情嘅專輯，就係呢民族咩藝，從細鄉下睇嘅姐姐，真嘅，就有一個妹妹聽。冇唔錯，故說吼民族出專輯嘅，我咩當歡喜，真歡喜可以同大家來分享。故說有種專輯，剛才已經講到啊，也有心也首歌曲係講阿公阿婆嘅故事。故說我都地輩看你到當到嘅田園嘅生活。對，嘛個菜啊，還個飯呢啊，對不對？有一些像呀，Q 人演唱歌啊聽嘛，咁你客家人對過年時節都會幫老皮咧、細老皮咧打扮嘅啊，佢就係過年嘅時節，就係講子子孫孫要轉來家下阿婆聽錯會做嘅事情。咁唔過因為阿婆今年就冇辦法做誒，對啊，所以我在唱紅白的時候，其實因為都年前啊公有跌到，嗰時候給呀哈就衰到明長紅，所以我當下那個情緒又更複雜一些，這樣，對啊，所以我也是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感受到，就會講愛真的要及時，而且愛要有行動，對，所以每次我講亞種專輯底度，我希望能夠把很多大家對於你不同的人的感謝，你可能冇辦法講出來嘅，可以借由這專輯，然後來傳遞給對方。所以有心人士，這個是不是是後面空白，就是一本太極感，能夠自己去填空，你想要送給這個要感謝的對象，這樣子。冇唔錯，就係呀，按到感情就濃縮在呀種專輯度吼。家下有談到吼，其實有心嘅這種有心嘅創作人係偉傑，對，除了偉傑以外，還有 Win 哥，對，冇唔錯，Win 哥就係剛才翻譯嘅條歌曲，今天的天氣很好，是他創作，然後我真的非常感謝，因為還有包括
黄连玉哥，他也做我们整个的顾问，反正就是我都问东问西，然后 final check 都请他帮我来，全部金字辈，猛超觉得拜托给他的，因为他们也真的很给我相挺，啊给他的全部都引公也，他每次都说陈明珠，你做妈咪去冲狗味，我说啊，一开始你第一个他从后面洗个时间就是冲过一条狗味啊，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那个其实也是。新宝岛康乐队给他的给转系敌对一条狗 Q， 我跟玉哥一起合唱这样。对，韩国哈还有又一直有跟Win 哥一直有新的演出啊表演。可是到自己有这个音乐人的身份的时候，我这样经营发现到。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不是本来某简单。毕竟，如果说你本来就是那种偶像，你本来就是一个 super star 的话，其实我相信转系的公会发会推得很快。但是对于主持人，就像俺一样，俺跳嘎。焦哥他也是主持人，他也有唱歌，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哦，你知道？我知道。哇，那焦哥应该很开心。我有在 follow 你，好不好？不是 follow 焦哥，是 follow 你。就是因为像 TPA 主持人又有冲狗哎，对，一般来说大家就他也给我做心理建设，跟我不一定大家会。这么多的看见，但是对我来讲，这真的就是一个里程碑。然后，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对很多人的献上感谢。然后再加上一路行了呀的我的粉丝啊，他们就真的已经期待很久了。你们怎么还没买耶？你们不是期待很久吗？喊话，对，这其实是有期限的，对不对？募资是有期限的。对，一直都3年总案呢，我们稍微延后1周，对，因为还有配合一些宣传这样子。刚唔够呢，太卡今年有夹啊呢。对，像刚刚讲到宣传，今天是2月17号情人节嘛，哎呀，它播出的时间可能差不多嘿。4点多一点点啦，第一段播完在4点15分左右。对，这个时间呢，他有在准备和等一下的计划。对，等一下做的那一片哦，你做的看到民族哦。对，就是我们也是 TPA 都北中南办了这个3场的讲唱会，刚刚度后就会给马鞍补情人节的晚上，然后都海边卡夫卡，在台电大楼台北的海边卡夫卡这边，而且因为海边卡夫卡即将要就是要收掉了，对，所以那边其实诞生非常多很重要的音乐人，故此我也非常感谢，就是自己是这个海边卡夫卡末代，对，你们让他给他的度后他们都会结束完的，所以今天晚上欢迎大家 Q 哈了都要。按部头几多点？按部头8点开始。不是提前先听陪啊呀的？不是，因为来讲，我真的现在已经心里。太怕受伤了，我很害怕让大家 booking 的话，某年的报名。我现在呢就是一种 open minded， 黑公太起啊，2月份就演唱了呀呢。哎呀，你唔是说啊，呀，他天时一头前看到嘅朋友吼，晒晒夹夹吼，去台北嘅这个台电大楼的海边卡夫卡吼，按部头8点，你还有7点钟的时间，两个了呀。对，就做一款民族，然后这个是讲唱会的内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我嘅自从你们来到现场哦，最主要就会老太家讲呀，4条歌曲其实背后都有讲个故事，对，有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内容。然后同时呢，因为都没有录动中，我们还没有完整的释出，对，所以太家都现场的节奏在糖豆完整版本抢先听，对，也算抢先听。韩国係唔係咩有機會做同翕相啊？对，如果說黑公你先從了買一發呢，我就是有準備一個神秘的小禮物，也沒有神秘，剛才有講出來了。另外用拍貼機呢，讓現場大家跟我合照，我們會簽你的單張。哇，真嘅係情人節跟女神相遇吼，真嘅不要再等了吼，準備等下就去看了。啊，唔過黑公等下8點，總唔得去看嘅人嘅發，就做得看基本嘅福起來咧。民族會同大家來分享。就像你剛才講嘅，還有6首歌曲還沒有釋出給大家，對，是不是可以請民族稍微透露一點點訊息俾大家？有一條歌曲係寫友情的歌曲，這樣子。那每次都講，不光係親情，我想我跟依晴也包含了友情跟親情。那友情在你他一時間會發現到，
老朋友啊，真的很难得。而且 TPN 你各位求学阶段，在工作阶段的时候，那种从学生时代就累积情感下来的这种朋友，真的懂难得的。对，所以我相信，你在身边一天没有一两啥。可能你较好彩的吧，有很较多你，嘿，一直都皮东娘顺风给这些闺蜜、好姐妹，这个好兄弟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就是要献给就是各种很深刻的友情这样。那其实呢，这一首歌因为我哋底度有下一条歌曲嘅英文名係叫做 Joy， 那大家想说，嘿，买记得为什么要叫 Joy 的？但其实我是送给我一个很好，那从小跟他台的朋友呢，对，那他就叫 Joy。那这首歌也是我献给他。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献给你的好朋友这样子。其实我都要专心，底度真影看的东东明珠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包含。你的字我认得出来，对，那是我的字，对，连两个诗都下都底度了。对啊，因为那时候老师开始讨论东东啦，对，可是真给那平常下字不差，很漂亮哎，没有不用底度的时间，给这种心情是很忐忑的。你说你的字要赤裸裸的给所有人都看到，对，而且要印出来，然后再这样印刷体跟手写体，它还是有点落差，所以因为本家给整体来说会比较和谐一点。这其实也花了清久的时间来讨论。哇，鼓手也按完整、按高质感的专辑，升了应用版来买到呢。这是一个募资计划，在募资平台当中，民族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案呢？首先，他在送到我的官方的脸书粉丝专页就做的看得到，非常黑讲。你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搜寻关键字“有心人士”，记得是不是的是哦，有心人黑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在嘖上面募资，加另外一种转型，早鸟价就是一张是680元，那么底度呢？除了转型以外，就是有那个海报，厚一下，好棒哦，超值。其实大家买一张呢，我们就赔50块，因为它成本呢是730块，对，所以太气港买都一定会穿到的，哇，绝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做专辑你有没有按贵？对呀，好贵，而且你一张专辑还亏本哎！我的天哪，泰卡听说会支持，请大家要支持。对，那也只有在募资平台上购买的话，不会有底度的那种海报。对，所以现在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泰卡就会送到底度的款。那听一个呢，就是我们都今年嘅出价时间不会有一场演唱会。好，所以如果你买专辑再加上一张音乐会的门票的话，那么就是1680这样子。提前先抢到票就抽哎。没错。那都是这共用，因为演唱会呢很多会贵嘛，会有一些惊喜送给大家。那第3个方案呢，就是有加音乐盒，这是待会我们会更多跟大家介绍这样哈。那这音乐盒呢也是限量，只有135个，而且我们是送到日本制作。这个组合已经快没了，请大家要买要这个要加快哦。刚刚这个有心全套组呢，就是有转型，有音乐会的票，还有音乐盒，就是整个 package 所有的。对，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他觉得真的非常支持我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包括你买一斗转西杯方，你想送给朋友的话，那还有不同的组合价，揪团组合也可以。对，或者是有特别的场合。那因为有的人可能要买了都送给朋友的话，我们还是有团购价这样子。对，唔错。古时候大家听说爱嫁送到呀命站当个去同民族买呀，有心人士一起来做明珠的。有心人，有心人，带转去呀，按高质感，按有感情，然后各种无穷的感情全部浓缩在一起，送给你最重要的人，也送给你自己。那时候，大三年的神中歌唱当中，听说都有读到也有感情，对，听说都会动有感觉，对。不过有上是真经寻到一类出口，或者是一个抒发的管道，或者是有一种认同的感觉，对。糖豆民族的狗 Q， 就吃到我有种这个情感被认同到的感觉。谢谢一起，鼓手就是那种频率的感觉。对，我这也是我们很希望透过歌曲老台气卡来对话。对我也很相信，我们在写这个歌词跟做这音乐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会很有懂得
生命经历的分享。那我也很相信亲情或友情一定是大家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区块这样子，对，所以我也很希望透过音乐跟大家产生共鸣的呢。冇錯，故錯大家就愛夾夾來聽轉是啵，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終於叫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嘅係民族嘅傳世譜有心人士，有心人係剛剛有講到當道嘅內容，當道嘅歌曲嘅故事，還有甚至係這個募資嘅方案，全部就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有講到一類音樂盒、音樂盒，係對日本來嘅。對，就是我手上拿的另一個就係我要把 TPU 剛剛我們的主題曲有心那條歌曲，過後我們因為在製作的期間呢，都疫情當中，所以我們台灣製作團隊，然後日本製作音樂盒的職人呢，我們是越洋的方式，經過青島的給同案。那音樂盒的地方帶大家看，其實好，因為這是有36音書這樣子，那音書越多，就代表佢嘅音樂嘅還原度是越高的。哇！那亞當歌呢，有心我老記按嘅英文名叫做 Heart Within， 就是有心。有心。然後背後呢有我嘅名嘅民族。對，然後嗰時間我想講，我做音樂盒，就係因為我家公家婆啊，一般來講叫做糖垃圾哦。剛剛我就想講，迄個做的有一個音樂盒的話，叫做隨時轉那落去就做的糖的啊。而且我覺得這是我們小時候的最夢幻的一個東西。叫這種事應該太假，現在我也都會有一個音樂盒。對。然後我就打開來，然後就會看到那個它一直轉嘛。對。然後我就會發呆。你們按什麼？會啊，因為我家外面就是三商百貨嘛。哦，對。然後三百貨就有賣很多懂講的音樂盒，誰就非常喜歡收集音樂盒，但因為真的非常貴，對，所以我那時候都想過，我們做專輯要一個周邊讓大家紀念的時候，我就想到說，我覺得音樂盒是一個很棒的一種傳遞的方式。那也因為這個原本音樂盒它的講法叫做自鳴琴嘛，那是音樂的最開始，對，那個有了自鳴琴之後會有黑膠播唱機，那一切都呀哈台起啊很卡方便的各種，甚至是數位播放方式，所以我就賺到最頭錢。那當然也像是起初的情感一樣，就是本台起嘎，那也是因為本台嘎堂坤啊，對，這精工製造只有限量的135個，135個已經快要沒有了，所以如果要買這個音樂盒方案的要快一點。對，然後呀背後有下的就是日本字哎，那一般來說轉了發條之後，它就音樂會一直響嘛。對。那但是因為現在的設計很棒，它有一個 on 跟 off。如果說你轉了之後，你想要音樂把它停的，你就直接轉到 off 就好。所以呢，我呀還會轉那發吼。嘿。哦，有這個很方便。對。好。還原度真的很高哎，對，所以你是不是會看着這個發呆？對，小時候都覺得說，怎麼可能按鈕擺啊擺就會有嗓音？哦，對啊，其實它的自鳴琴一開始是很大，像那比黑膠播唱機更大。哦，給誰才有擺黑按鈕軸哎？那現在技術越來越好，那全世界現在做音樂盒最厲害的一個在瑞士，一個就是日本了。哇，那太極改鐘呀，它發條還沒轉完，你要把它關掉。你就老給轉夠了哦，好棒哦！對，因為小時候的是要一直等它播完，然後播到發條結束。所以像阿公阿婆給做農事數已經冇按有力了哈，所以我都會回去先把它轉好很多，然後呢，他要聽就直接把它轉 on，然後冇嘢寫就轉 off 按的。好棒啊！而且我覺得是用有心來做音樂盒，真的好好聽，而且它細緻到連你給轉音的那個音調全部都聽得出來。對啊，因為你專業的，你彈一次了，很好聽。對啊，我們想說用按鈕給就是這樣子的
亚克力的鸭盒啊，就是比较可以放很久。对，大家喜欢不同的风格的人，应该也都很适合放在家里面做收藏。对，所以呢，呀就限量100多个。我就说这是你有形你的信物这样子。哇，对啊，就你看哦，全世界就130多个。对，只要拥有它，就跟明珠一起拥有音乐盒哦。你真的很会介绍哎，因为这真的很浪漫，看看到就懂熊哦耶！真的，我本来想说看过去音乐盒哦，就音乐盒，就一转开来听，天哪，不得了，好好听哦！而且我好喜欢它在最后声音渐渐变慢的时候，真的哦，因为我觉得很像要收尾了，对，就是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啊！这是爱气改感不够啦，有可能是因为私心推荐的特别好，有很大力的帮我做宣传。对，因为真经动粉体民族总算出专辑呗，一次都看到佢上去唱歌，韩国一切有啲嘅唱歌，啊，唔过就系冇专辑总算也还有一类，对，有一类专辑出现。对啊，你想爱同你去家嘅粉丝行嘅按多年，对你出道这么久了，10多年有诶哈，对，我就在课台出道。对，有没有想要跟nhà嘅粉丝讲嘛嘅？其实我的粉丝就係愛真正嘅有心人，最開始嘅有心人。我還都很記得以前那種，就是10多年前都會開始做好種後面時間哈。那跑外景之外，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方式就会透过面書嘛，脸書真的是从100多人、200多人，然后我还记得我破万人的时候，破万人的时候，我还在客庄好味道的外景，我还在直播，说我破万了。我那时候直播嘛，没有录影，因为跟时间等就忙着在直播，所以然后一次都亮哈，就是可以有这么多的人的支持，跟不同的人。跨越同温层的凝神感，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个就会愿意支持爱给你，甚至每一次出去活动的时候，大家新认识我，我都很感谢。因为如果我换位思考，我要去就支持一个人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毕竟他又不是你的谁。对啊，所以亚从转型呢也是真的要送给所有的支持者，因为亚头就会爱真正的有心人呢。真嘅，希望大家看下來做民族的有心人，有按到金牌的这些制作人呐、高手，我真的不能辜负他们前辈们，卖不完会把它送到他们家去。对，鼓手不管是民族的心意，还有亚种转系本身的质感，还是他音乐底蕴，全部都是满，就会想要本粉丝朋友。最棒、最好的福利，就都压100个有心人士。对，鼓手大家听众会多多支持。再个同大家来讲一遍，募资计划到什么时候？募资计划呢都3月8号。那么3月8号嘅晚上23點59分，在這間呢，做在送到一個苗路當中打有心人士是不是的是，非常可以講送到我嘅粉絲團就是打陳明珠，裡面呢就是有我很多篇貼文的嘟手機裡面都會有連結這樣子。萬一有一種情況，我就會講。有一條太狗太記，唔可以用苗路的方式來買的吧？請你私訊給我，我可以協助你完成的。哇，天哪，對，就好棒哦！還有暗後嘅福利，那我要假裝我不會用電腦，會不會有粉絲真的假裝不會用電腦？目前還沒有。好啦，不要這樣，我開玩笑。今天就是一直要幫大家謀福利，除咗分享按抖以外，還會我好期待那個版本。这很经典的单元哈，有发夹讲，就是要让大家更了解明珠。好，我们先来问一些基本题好了啦哈。很基本吗？现在很基本，这很基本。好，亲情、友情、爱情，在你心中哪一个最重要？亲情啊。好，很快，很确定。大部分应该都会献亲情吧，对不对？大部分都是亲情。好啦，我也是亲情，没错，因为亲情是最割舍不掉的。选爱情的会被爸爸妈妈打断脚骨，就算选爱情也不能讲出来啊！对，这我们懂。虽然今天是情人节，对，那既然讲到情人节，我想问一下，明珠的理想型是什么？哇哦，紧边呢，紧边，快点！我觉得要懂很可靠的，很重要，因为呀。这种的讲法懂捧捧，我不喜欢，我喜欢很可靠的，要稳重一点。对，
然后最好会煮饭这样。体重重，像我们家佩珊这样。你说体重吗？这样实际吗？没有啦，我开玩笑的。佩珊是很常在福气来的出现，是不是？没有，太有福气了，太重了。体重就是我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不能够跟我爸爸一样是秃头，因为我额头已经很高了。先不要那么秃啊，以后会在一起之后再秃 OK。哦，好，所以外表其实也没有这么在意，就是还 OK， 就是要可靠，对，要稳重的感觉。好，那再来一题好了，我看一下，你的主持生涯当中发生过亲眼收最糗的一件事情，最糗有吗？有啊，就跟我的客串好味道第1集啊。就是在第1集。是哪一个？是牛肉那一集吗？因为一开始进来是牛夯了。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牛牛形容啊，结果我在讲口感的时候，我就说各位观众朋友，那连牛夯都没看过，那真给牛牛会讲牛夯了。这一集我记得，真的我真的是尴尬，我现在不管到哪里演讲，我都会想到那件事情。哦，所以那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对啊，然后制作人真的脸绿掉。辉哥，这不好意思，可是很好笑啊！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好笑。我竟然会说人佛，我都没看。好啦，就是要按都题好，本台搞来了解民族。你还想要再接受一题吗？哪一点的？还是我问你？不要。你觉得你的2只猫想要跟你说什么？我觉得我的2只猫想跟我说什么？完蛋，你没时间了。哦。我觉得他应该会想跟我说，希望你多陪我玩啊，因为民族太忙了。古时候太嘎吼，听说二类都支持民族的有心人士，不是有成本有回收，比如说在专部卡陪猫咪玩。对。好啦，今日节目当中吼，真迎什么民族同太嘎来分享安道，谢谢民族。为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愉快休息一下，共下来走运通啊？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